個個幫 Medicube 賣廣告嘅都瘦到下巴尖嘅，唔使用啊，到 V 面啦，好心揾個肥少少去拍啦，仲要個個都係後生女，青春無敵，冇乜說服力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及巴嘅敗家生活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泰神啊。你撳得入嚟，我相信你哋都係想改善皮膚噶啦。見到 Medicube 喺 Facebook 嘅廣告賣得咁痕，心大心細想入坑咧，我同你哋都係一樣，所以你撳入嚟就啱啦。我會一條片講晒俾大家聽，我買咗嘅 product 用完之後係咩感覺？呢條片唔係廣告嚟嘅，係真實嘅人體測試，所以大家幫幫手，俾翻個 like。首先要講下點解我要買呢一堆嘢啦。因為近排我喺大陸做微針激光去痘坑嗰啲療程啊嘛，想了解我去邊度做，體驗係點嘅話，可以 click 翻右上角嘅連結入翻去睇。個療程1個月先做得一次，要做半年。想盡快變靚就梗係想買翻啲嘢喺屋企保養下噶啦。醫生就話我係敏感肌，基底發紅，皮膚乾啊，導致容易出油，所以我買嘅嘢咧都係圍繞住保濕啊、修復毛孔為主嘅。第一件 PDRN Booster Gel。買得部機你就一定要買埋㗎啦，作用咧係要嚟提拉啦、保濕啦、屏障、3重修護、舒緩修復受刺激嘅皮膚。我第一次用嘅時候咧，塊面出咗啲紅色粒粒，有可能就係敏感啦。不過當我用到第4次之後咧，就冇再出粒粒，大家要留意啦。用完之後塊面咧潤潤地，如果唔需要提拉，淨係補水嘅話咧，我覺得呢一支嘢咧係可以唔使買嘅。如果你好似我咁做完美容療程嘅話，可以買嚟做下修復。睇翻其他網紅用先知啊，原來要買埋呢一支粉紅膠原濃縮精華，溝埋一齊嚟用嘅。呢一支嘅作用咧係要嚟做美白、減少色斑，有99% 高純度嘅三文魚 PDRN。對我嚟講，暫時就好似唔係好需要啦。不過我都試咗，就唔使支咁多㗎，因為咧太多嘅話，你都係碌唔晒，到最尾你夾硬搭落塊面度咧，又係會好似張住塊面咁個感覺咧，就唔係好舒服。之後撈埋佢，其實頭先我已經擠多咗，仲有好多剩。Booster Mode 1對我嚟講已經冇乜反應㗎啦，用4，你擠得多之後會點咧？就好似而家咁咯，4分幾鐘㗎啦，其實就嚟完㗎啦。塊面都仲係有層 gel 喺度，咁點算啊？咁就唯有一陣等佢完，轉毛繼續推到乾為止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唔通由佢就咁樣搭喺度咩？所以其實個 Booster Gel 咧真係唔適宜擠咁多，所以我都唔明點解我見到其他幫 Medicube 賣廣告嗰啲網紅點解會擠咁多？你根本上係用唔晒，可能係拍廣告個樣咁樣擠出嚟靚啲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擠咁多出嚟，盞浪費。同埋咧，嗰啲網紅咧，我唔知係咪又係個拍攝效果啦，佢會擠落個杯仔嗰度啦，溝埋一齊嚟用。但係我覺得係會好浪費嘅，睇下裡面都仲有啲黐咗喺度。咁會唔會有啲係精華嚟嘅咧？咁咪嘥咗咯。所以其實我覺得都係擠喺掌心嗰度，擠少少 gel，再加埋啲精華，撈勻佢搭落塊面度推。咁啊最簡單最方便，唔好搞咁多嘢，唔會浪費。用完皮膚有冇改善呢？就唔知，但係好肯定嘅係黐立立，你係會用完之後好想去洗面嘅。用完唔會即時有效果，效果有待觀察啊！大家如果買支 gel 嘅話，記得順手買埋啦，呢兩支嘢要一齊用嘅。第二件 PDRN 粉紅性肽膠原蛋白安瓶，即係呢支啊，作用係美白淡斑、去印、增加皮膚彈性。你俾我揀咧，我就寧願買呢一支好過嗰支 gel 同埋嗰支精華啦，因為作用其實係一樣嘅。用完之後塊面咧會有啲黐立立嘅感覺啦，冇敏感出粒粒。我試過朝早起身用完之後咧，隔幾個鐘用清水潑一潑塊面，再用啲紙巾印翻乾佢啦，發現個感覺咧好得意喎，好水潤，好似有層鍍膜咁，即係塊面好似有層嘢咁樣啦。不過咧有好多人都唔係太中意呢種感覺嘅，話佢好似吸收唔到咁樣喎。第三件玻尿酸勝肽雙層安瓶，呢一支咧係油水分嚟嘅，用之前要搖勻先用，再用咧係要嚟保濕，聲稱144小時咧長效保濕。啱啱搽上去嘅時候，同搽普通嘅玻尿酸嘅保濕產品咧係一樣感覺。普通嘅保濕產品搽完上去之後咧，面上面啊好似有層油咁樣。瞓覺嘅話，你係唔會想打側瞓嘅，因為會驚黐到周圍都係啊嘛。但係呢一支 Medicube 嘅出品咧，搽咗上去嗰種感覺好快就冇咗啦。摸上塊面度咧係爽嘅。而家一次過試晒兩隻，搽喺塊面度個感覺俾大家睇下。呢一支要先搖勻嘅。
呢一支咧係冇咁黏嘅，乾亦都乾得好快，大概等3-4個字度啦，佢就已經乾爽晒㗎啦。咁而呢一支咧，我諗你出咗街全日咧，你都會感覺到佢有層嘢喺面嘅感覺。嗱，大家聽下啲聲，好明顯係右邊咧呢一支咧係黐啲嘅。朝早起身搽完之後，塊面因為乾導致出油嘅情況咧，真係有明顯改善，減少咗。但係有冇144個鐘咁耐呢？我就唔敢講啦。但係8個鐘內，我真係冇話有因為塊面出油而想洗面嘅感覺。第4件保濕嘅產品仲有玻尿酸膠囊凝霜，用法有2種，日常護理嘅膠囊同埋凝霜1:1。如果要深層保濕嘅話咧，個比例就係2:1。佢裏面有好多一粒粒嘅。咁啲一粒粒咧就係要嚟配合翻嗰啲 gel 嚟用嘅，平時護理就1:1一粒。咁啱啱搽完嘅時候咧，塊面係黐立立嘅，你過多半個鐘、9個字、3個鐘都好啦，一晏夜都依然係黐立立嘅。逢係 gel 嘅產品都係咁樣噶啦。先用完玻尿酸安瓶，再用佢。我嘅睇法係，如果唔係太多時間嘅話，塊面亦都唔太需要補水，可以唔使買，因為其實好似有啲重複啊。曾經有諗過臨瞓前用，不過呢一隻玻尿酸膠囊凝霜咧，用完之後塊面咧係會有層啫喱喺面㗎，你絕對唔會想搽完之後瞓上個枕頭度，因為你會揩到周圍都係。冬天皮膚容易乾燥嘅話，唔夠水用埋都無妨。點解咁講呢？頭先我講咗啦，我喺深圳醫院嗰度做緊啲醫學美容啊嘛。近排入咗冬之後，皮膚非常之乾，我搽完麻醉膏之後，塊面過敏發紅啊。就算近排用咗玻尿酸保濕嘅安瓶咧，都唔係好夠。醫生話呢啲精華咧，通常都只係流於表面，入唔到去深層皮膚喎。既然話呢個凝霜咁犀利，可以深入到去皮膚底層，即管而家開始試下，睇下下個月會唔會好啲。第5件 Zero 微針全效毛孔安瓶，有分2000同埋7500，2000就適合日日用，7500咧就2日用1次。2000咧用上塊面度就冇咁吉，7500就當然係吉啲啦。用上塊面度冇敏感，對我嚟講針吉嘅感覺係都易接受嘅。講真，我連醫美都做緊啦，區呢啲痛根本不值一提。我嘅建議係有錢有時間嘅，日日都可以做嘅，當然係買晒返屋企啦。冇嘅話，直接買支7500啦。至於有冇效果，好難講，唔係一朝一夕搽幾次就會好嘅。如果你都好似我咁做緊啲去除甩突洞嘅療程啦，又唔想等1個月做一次，想爭取翻啲時間，平日做下啲護理，可以買埋當係一個心靈安慰劑咯。但係又要留意翻啦，佢有另一支係粉紅色嘅，呢支係加入咗 PDRN， 除咗微針之外，仲可以解決埋啲色斑。哇！啲產品真係多到眼花繚亂，你俾我揀多次嘅話，我應該係會買呢一隻啦。第6件 PDRN 粉紅蛋白精華水，即係呢一支，冧咗。好老實，如果佢唔係標榜裡面又係有 PDRN 嘅話，可以淡斑，我係唔會買嘅，因為其實同普通嘅爽膚水咧係冇乜分別。我平時又冇用開嘅習慣咧，我塊面除咗甩突洞，其實就冇乜斑嘅。搽咗上去之後咧，唔覺有咩特別，我就覺得可有可無啦。都係嗰句，講究嘅可以買，錢多嘅更加可以買。用法係每次洗完面之後咧，搽上去，然後再用埋其他精華，再化妝。第7件 PDRN 粉紅凝膠潔面乳，同樣又係加入咗 PDRN 啊！洗面嘅同時可以美白淡化瑕疵，係咪真係咁厲害就唔知啦。不過既然日日都要洗面嘅，又加入到 PDRN，好似抵啲咯。不過成140蚊一支啊！平時男士們洗面唔係咁講究嘅話咧，例如曼秀雷敦啊，對比之下就貴咗好多啦。用半下唔夠抱，每次都要撳足1下，冇得慳。買唔買就自己諗啦。第8件 PDRN 粉紅亮澤防曬霜，防曬霜我係冇買到嘅，不過雙11嘅時候買咗600蚊嘢，佢送咗支試用裝俾我。防曬產品嚟講咧，呢一支我係推薦嘅，搽咗上塊面度之後咧，冇黐立立嘅感覺，我係幾中意㗎。第9件 PDRN 粉紅維他命濃縮面膜啊！Paper Mask 我就真係覺得可有可無啦，因為都已經買咗咁多精華，又有安瓶又剩啦，係咪真係有需要再用埋 Paper Mask 呢？咁樣搞法1個鐘都搞唔掂啊，點出門口返工啊？所以我都係冇買嘅。
佢送嘅咪即管用下咯。頭幾次用我嘅皮膚咧都有敏感啊，用完之後出咗啲紅色粒粒，塊面有吉吉嘅感覺，不過好快就退啦，大家要留意啦。第10件 Zero 果酸全效毛孔面霜。呢一支咧都係試用裝，我本身咧就唔中意搽 lotion 喺塊面度嘅，因為我好怕咧張住塊面啊嗰種感覺。既然送嘅，咪又試下咯，薄薄咁搽一層，塊面咧冇唔舒服黐立立嘅感覺。睇翻網上面嘅建議咧，原來用完呢一個微針之後要搽嘅。咁即係又要買啦。啲 product 嘅用後感我就講完啦。咁我對 Medicube 嘅感想咧就係話，如果你未買嘅話，最好等佢 roadshow 啊，有人示範啊，去介紹啲產品嘅時候咧即場買，因為佢嘅產品咧真係多到眼花繚亂，好容易咧買多咗重複咗，根本上買咗翻嚟咧係唔夠時間做㗎。就算你夠時間，每個產品係咪可以重複使用呢？先後次序啊，點樣用啊？例如嗰支精華原來係要溝支 gel 嚟用嘅，都係喺網上面睇其他網紅講嘅。更甚嘅係咪每一樣嘢都要用部機碌呢？買晒翻嚟之後，淨係靠睇個 Apps 裏面嘅 instruction 咧，真係好麻煩啊！另外，對於皮膚容易敏感嘅，冇得現場試，又唔似一啲大品牌嘅門市咁樣有部機幫你做皮膚測試。買咗翻嚟隨時唔啱用，嘥咗錢之餘唔緊要啊！皮膚差咗就大鑊啦。另外10月嘅時候我買咧係冇乜優惠，點知去到11月雙11，原來會買1送1，平咗勁多，所以要買嘅朋友不妨可以忍一忍先。不過而家都12月啦。PDRN 唔係咩魔法保養，只係你哋真係太少讀佢嘅成分。佢其實只係從三文魚 DNA 萃取出嚟嘅修護小分子，可以等啲皮膚咧自我修復速度加快。咁咩人先啱用啊？我直接講個結論啦，敏感肌、泛紅肌、爆痘後暗沉型、風吹一下咧都會發脾氣嘅皮膚 ，PDRN 就係專門幫佢修心養性嘅，加快修復，穩住狀態。第二類捱夜肌、壓力肌、辦公室嘅乾扁肌啊，你哋嘅皮膚一日24小時都好攰 ，PDRN 就係要嚟幫皮膚開推補修復。第三類想要水光感但係又唔想捱針嘅懶人啊，搽一搽就能夠補水、涼敷啦。提升彈潤，麗珠蘭又唔係啲咩嚟嘅，複合修護因子，裡面包含咗 EGF 修護肽，聽起嚟好似好專業喎。EGF 嘅修護肽係咩嚟嘅呢？皮膚界嘅修補工班主任，負責加速更新、強化屏障、淡化受損咗嘅泛紅。彈力肽，皮膚嘅支架工程師，俾鬆弛凹陷咗嘅肌膚咧恢復翻彈性同埋飽滿度。所以成套作用係 PDRN 主要係要嚟修護穩定 ，EGF 肽加速修補。彈力肽係提升彈潤緊緻嘅效果，就係穩、亮、彈三線齊開。嗱，講真，呢啲咧唔係俾想跟風嘅人用嘅，係俾真係識保養、知道自己皮膚差緊啲乜嘢嘅人用嘅。今集要講嘅嘢就係咁多啦。鍾意呢條片嘅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